继续天意的剧谱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甘愿无惧航电，做甜蜜的梦。思念的风吹过来，该等你同乡，俩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将你走去的路，阮眼风给记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流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求下本人祝福，将过欠爱的手，爱感谢天父。好嘛该，很澎湃哦。对啊，爱说了，结结说啦，有卡台上当啊，真正很幸福个。对啊，好说了，后摆吼，大家一起出来，不你说啦。你真是好朋友，很拉意思你啊。对啊，刚下的哦，是真心问你哦。也班长嘢啦，仲去加班啊。阿雄啊，等公司了比货出者，你应该只会强同条的。都是啊，等看下了远啊。小彤啊，咱看你钓鱼好嘛？钓鱼的哦，我又不是钓过，还没钓啊，钓鱼。唔会钓鱼有蛮关系，挨着要教你啊。之前啊，伊咩唔会拄叫，阿妈挨着。好事唔讲，专门讲的啊。这种事情是唔好讲的啊。小聪啊，钓鱼迄好事情，当天机都是这样，俺看咧。好啦好啦，加吃饭啦。看，来啦，来，是不呀？食菜哦。今天好顺呢。还有，那不也是很多老师粉的眼睛？哦，什么啊？拍这了，我先吹一下。唔条看啦，这米慢流的前景吼，真紧是有厉害啦。既然连个罗小粉吼，做着点讲前景，来看吼，下一摆比赛啊，幼儿园董梅险，可能要比输米慢流。个做什么真紧同好呢？佮比的时间安尼，塞奶哈油嘛，唔看啦，连罗小粉做着遐前期的啦，乜个意思啊？懂无？都冇法哈，你造成要按快呢？佢尊重着嘅。唔看啦，伊遐乜个意思啊？也样做，做多人讲过吼，意思吼对加油动贴撇啊，你有那么心，也看到的吼，其实用啥吼，一天无简单，做多人讲过的，野心的吼，做势啦，做势啦。这个是你哦。哎呀，我啦，也系一本啊情感的食谱。啊，虽然都全部都是传统的美食，但是呢，吃到一本变得非常好，非常丰富，对你应该有帮助啦。
你要送奶哦？哎呀，什么呢？一天到晚有蹦出的啊！你娘要对好了鸦片啊？这边送来的啊？冇啦，因为多了要附近的受伤了嘛。哦，安尼就好啦，莫，那会排泄书哦。啊，地都哦，都好多嘅毛汗啦，还有事冇？冇啊咯。系。好啦，安尼就冇落讲啦。好，什么啦？加油！张麻烦，听了同你满意，还有阿珍加持么好。哪有啊？安尼是？哎，你是罗少肥啊？系啊。头摆讲到去，俺老豆认识佢咧。哦，曹斌这样认识嘅啦，佢之前有去密蛮聊咩，我去老妹哦，有见过佢啊，拄好曹斌俺老妹去买东西，就拄到佢咧，安尼就认识了啊。哦，安样啊？嗯。佢家下送你哪咋啊？哦，系啊，佢看我哦对客家菜有兴趣，佢就送我呀的啊，我没冇想到。安年时，你冇想太多，我真紧张认识佢一年天天呢，我想要个应该唔会影响到比赛嘅结果吧？你也想到哪咋啊？俺唔系受比赛啦。哦。加油啊！唔系挨多嘴嗬，挨岁数啊，做得做廿把啦。甲老人讲嗬，挨感觉佢啲阿扎人哦唔可以查啦。唔过嗬，佢係有名嘅人哦，為到認識伊死嚟較好啦。冇客家老感情哦，變落去哦。哎呦，安年时，你真给我飞太了啦！我老弟哦，当年这一年天天。完全就唔會想到感情呀嘅事情啊！我想佢應該咩冇呀嘅意思吧？哎呀，歹勢啦嗬！哎呀，喺我想太多咧，我冇非你咧。唔過還係什麼你嘅關心啦？嗯。啊，時間差唔多咧，我去準備咧。好。你下做乜雞啊？我再來了呀！啊！嘿，快進。小段呢，乜事情安分一下？婚姻態勢啊！那你要結婚了呀？哈，安聽。莫談的世界攏講法啦，俺哋頭先咧講啊，講叫咩嘢講啊，當然要當殿下。哎，係啦。家姐，較乖，今日同阿妹做了吼。好啊。阿妹房間哈。好啊，做了。走啦，家姐，俺別阿妹冇煮飯，個羅先生送嚟個中藥白請好身呢。啊？你生意唔會煩呢，講法就親有信用。佢講一上到人不卡注冊本身，今日啊就送個中藥本來咧，哈。係啊，有信用，做事又有效率。哇，太姐，你這個有口福呢。有事情啦。好。
又松熟又松湿的，也个罗小粉，都带到会上买啊。哎，安总，哎，臭啊，干了，出不了，你敢不学个猪肉馅饼啊？有啊。我感觉陆先生哦，真是真厉害呢，会做馅饼，还有哦，去做的馅饼真是当好食呢，连阿曼姨哦，却学弄会到呢。是啊。阿曼姨哦，是做阿妹的人啊，用爱的反应哦，本来是真清爽啊。你哦，莫莫个莫加手机啦，吃盐就好啦。哪个事情吃盐就好啊？哎，阿曼姨老家吃还用爱哦，太家就尊重你陆先生呢。佢哦，真是会个好人啦。你哦，学本机韩国时间才机非常错啊。哎呦，就会父母菜了哦，那先去上班哈。我先啊，回。哦，我来了哈。小心呀。真是动向呢，上岛哈，要半条汉做得样做诶。哎呀，要免啊，最近那发现呢，也是人讲啊，东西合并。哦，真经迄创新嘅说法呢。阿妹，你吃顿药。啊，陆先生装出来，极挺好食嘛，系嘛？哦，阿妹，你迄个半条还很硬啊？你是在清头发呢？那是啊。用吧。真经多好吃呢。有拍过，你运动厉害哦。哦，半条加意大利肉酱，好吃。好嘞啦，好吃，人都不吃啊，按下吃点，什么？好。好啊，刚刚算到嘞哈。哦，拍摄。好，来。我来过。俺每年哦，你啊，安尼食来，安尼要卡做出本太假食，迄唔系有嘛个特别嘅目的啊？目的？无啦，因为你要看因当好啊，当家己也要看因啊。骗人！你迄唔系中意爱太极啊？这无啦，我对亚太这印象是以好啊，但是讲真，我真要当家己也鬼不看因啊。爱主弟。我睇过，我爱天数吼，老爱太极讲嘅好法嘛。不过，有条件交换哦。好啊，乜个条件？你哦，要想办法不安尼弥漫了，让亚白嘅比赛。哎，说唔得啦，跟某公要两件事情一样，冇办法天数。老太哥，你真嘅係正直嘅人呢，不错，我欣赏你。假子啊，讲真的啦，放心，一摆比赛哦，係一个公平公正的比赛。伊满伊的技术哦，惊某一天会输啊，所以唔是担心。老太哥，我正经的呢，中意啊种条路哦，正经当好呢。但你哦，就按你吃喝，好悠哉哦。跟你说看认真台位啊，咁冇人有意同埋供养哦，做在那吃喝，做在美食评论家。我按好事，有种条路哦，我一天做得清好嘅。
好诶啦，唔要急着说，行啦。好。师傅啊，你有想过准备哪样菜吗？唔是说认真想哦，看哪样菜吼，最做的展现人素面啊。无论用的好，御花园啊，一定做唔得顺利慢了。我无想去参加比赛啦，该样啊，演戏就好咧。哎，师傅啊，还蛮够认真的，师傅。师傅把娘吼，一定要试到比赛无希望的啦。哪讲？唔是伫个假的啦，万年唔定来个落小费的关系。有所讲吼，按样比赛敢有公平？那迄唔迄爱请罗小费，你讲清楚咯。落来，所以。那希望哦，你莫再去御花园请来了，好冇？你唔会再去弥漫了，因为差不多就要比赛了啊。那讲骗你会讲喊吧？谈生遐种问题根本就唔免问题啊！第二张业绩，他家做顶下迄个公平公正的人，我绝对唔会在比赛当中偏心任何一方，就算有一方是我的好朋友。那第你迄公正的人啊，不过迄个弥漫了正经样嘞，到时间一定会有人讲，迄人六彩嘅关系，故说弥漫了样了呀。加油！虽然认识的时间没有久，但是我对你的感觉就像老朋友。其实有办法，你就尽量讲出来。可能阿公的话冇蛮好听，那先费事你啦。你可能冇遐个意思，迄我自把自作多情。我对你的感觉当好，冇知道多少钱啊。
做了念4年，不过，你做嘅朋友天天，我冇办法再个进一步。安尼我明白咧。你听我讲，我冇制作到精彩。我想安尼对人用啥会较好啊？真的一点会记不住吗？安迪，是你啊，这段时间帮你带了很多饭，英国人的朋友啊。做演员会等有好感，连朋友都做唔上。再过一段时间吧。加油！我知道你对这个挺严格的。冇应该对所有的事情就讲到神堂吼，不用较快乐的，安尼要比较较快乐啊。只要做对老母卡给你穷下，做对一次做下卡吹下去，我就吃着同快乐了呀。阿姨，你莫按啦。假如几位莫教学老先生，我想几天有个眼睛的啊。佢就按睇嘅咩？佢哋嘅時間會嘛計啦。我咩阿家用點啊？我係阿我自家，伊從小就冇咗完整的家庭環境。基本上好多佢對感情的看法，佢從小咪唔是離開我身邊，佢咪唔放心離開呢個家庭，冇辦法建立佢自家感情的事情，係嘛？家人嘅個性真堅強，又有自己嘅想法，我相信吼，佢聽做嘅整個是個幸福嘅啦。阿燕啊，收去冇？哎，來咧。哎，曹哥。哦，我都聽婆講啊，上醫院看難啦。有沒？收唔落交未？喺咪呢度調嘅事情得誰喎？啊？放心啦，嚇，文揚啊，文揚啊，啊。曹哥啊。
听讲个比赛一定会来代表御花园嘛？你讲嘛，个非法，你个依法院做出来，按中央六样，唔派就派埋嘅。放心啦，以平常嘅水准都做得啦。你明明啦，係個社飯堂嘅，我哋按睇嘅都傳堂咧，那可能排場哦，已經熟嘅啦。當強做啊，做下水嚇，我先走。好。是冇啊？啊，唔。做下水哦。啊。好。有哎，打通了不？我帮陈总赢了。再打。第三件，别买，都不看我情况，都是真为难啊！有哎，打通了不？别骂个鬼，都要往前弄你了。做嘛事情啊？要做什么忙啊？你唔知呢，还忙联络手机啊？我看哦，几天强度空起来啊，真唔係啦，今天係哪個人啊？那強哦，係出事情了哦。唔會啦，你放心，我定下，可能就來年哈。可能也得拍嘛个事情哈，做嘛唔容易屬於我來。啊，做太师傅向俺就出家做天水其他吧，伊讲用较方便啦。陈总经理，咱们有联络到徐师傅的消息吗？快些啊，都見下話冇情況現啊。安尼啊。歹势哦，本太甲等安救，因为御花园的住处都一下做寒忙来到现场，古爽啊，就甲下又开飞机厅呢，而取消脱御花园鸦片的资格。既然今日的6样做家庭要做米满流的客家菜介绍，耶！然后就请米满流的代表鸦片厅来，请。
是录样来，俩大家一天为到情爱，伫咧笑。就算签字做过了一摆，吃好了，哪会用办呢？不会打球的嘛？太谁了？野球耍以前就好的啦。会惨啦！老婆阿中讲班有通到嘛？当你啊迄咩？当强迄咩？你都能用的啦！带！是不惨的，既然敢用手啊，好育花园哦，南洋设一个出名的机密，还下面是哦下到电视台去的。看，这个见到安尼，还是不好，也是点点不超过嘛。上，彼此父女我来整个录音哈，也做梦情同意，一定出那个事情，给平常都安尼啊。今天伫迄种这种这种场面，你无讲伊上次不用太讲了的，好影就开天窗啊，也都想法概念。你种研学点出来，连做唔是同你无人研学讲的啥，本研学人的音调，中好笑的啦。看，多压水平本意的呢，好无？这有个台词。好的无？啊？错还冇事情做呢，太狠了。去做谁？做唔做事情你有咩晓得？无代无志嘛，遐就做嘛个？好的啦，莫讲的啦，就开始处理安比亚的东西啦。会超好。迄太子府无上来，慢点夫妻住处啊。当然迄唔啦，连你厝呢？爱装模哟，爱量个迄泥厝的薪水，伊有咩太厝的？我做嘛做很多事情，就本去甲人忝啊。要做伢忌讳啊！无听错，迄师傅要摆正经本人吃条路的，唔做这个生意落变太厝的啊！唔靠，还没更用我靠啊！还好。哦，来哦，我原本老太公啊，这节目哦，麦个时间会播出，那一天会太感哦准时收看，哎，还会录下来，用到网络上，本太感坤。你讲还有是会播的啦，我听讲吼，节目错冇几多，才会赶紧和录音。哦，阿珍姐，你有会滴啊哈？我就唔滴嘞，迄个哦，太极迄障眼法，你哦，张迄正经的目标哦，嘿。唔系啦，刚好认为干了吼，音乐导暗吼，面上放黑黑，无吼，甲罗先生哪会有心思来讲法？我每次都奇怪，你感觉吼，男着啊才会笑，甲罗先生吼，爽爽的，哈欠掉了，伊哦就亲自出来。错啦，我真唔知哦，去天使哦，按厉害哦，哦，好像天使哦，按抖音啊，但啥时候按魔汉哦，安尼哦，泡泡啊，渐渐哦，都在播出的哦。还有哦，根本哦，去天使台工作人员哦，然后我一个名片，佢讲哦，下摆为了全堂吃饭。哇，安尼安尼弥漫了，就做了穿胎前了呢。哇，安尼哦，我看安尼会请哈多给你聊天数，安尼，无听哦。你行出去就有人哦，我应该签名呢。哦，出名。好嘞啦，做生意用唔好太用诶，佮像会死的啦，东西好势才会长久，系嘛？但是我希望讲吼，太子家要中意连客家美食，迄种人讲特别讲要是客家菜啊，阿妹将真经不欢喜。错。唔过懂奇观呢，根本应该御花园嘅住处为冇出现啊。系吼。我就老唔讲了咩，记得就会讲安尼弥漫了，我说临阵脱逃了哦。佢唔讲哦，看太子根本人哦，董事有嘅住处呢，看太子哦，一直懂紧张呢。干咩？有啊。讲到太子哦，佢真冇意思啊。根本人哦，安尼要聚餐庆祝，佢就唔来。只伫哦，要转去御花园做事啊，咩唔想看呢？
根本伊对米满流来讲哦，按葱又按贴片，哼，抢英语嘅家有用啊，叛徒！哎，你要做人讲嘅咯，假设讲实在，你听人太子好，人太子做出来做乜嘅啊？佢好乜嘅就搶乜嘅，對吧？搶唔係窮人，喊俾人睇啊，你做社會啊，唔將我成功，對吧？我感觉吼，假如哦，真是老头路看到像命样诶，佢真是吼真会做菜哦。还有啊，我听假如讲哦，佢甲评价上喜的师傅哦，係个用感情，佮有用熱情吼来做菜嘅人。佢希望哦，你嘅日下吼，全做得有最好嘅享受呢。还有哦，我听佢讲甲上喜的師傅哦，非常照顧佢嘅，就係因為咁樣吼，佢兩年交情袂壞哦。假如吼。嘛袂煩惱該。好嘞啦，安尼哦，無講講兩件事情嘞。根本伊嘅重點哦，係慶祝安尼米滿流嘅勝利呢。來，安尼哦，過來共比。係啊，嘅魚嘛哦，米滿流，見哦，出嚟哦，用果子。哦。哎呀，你講嘅真好呢，哦。共比。你不可以走。很好，來，今日食飯。哦，吃飯。雕出應該最好食嘅。沒有吃呀。哦。很讚哦。大哥。啊？什麼？來。你冇食嗰種肉啦。我吃鳳肉嘛。哎，對。鳳肉啊。要最緊要夾皮，做唔得，你真。要唔要皮啊？叫什麼？叫隻夾啦，係啦。隻夾名啦。對啦。夾較好食啦。食雞肉啊。葉師傅，假嘢話唔來啊？我打咗嚟簽名啊，我睇啊，全部貴一本冇睇到下。真嘅呢？哎呦，佢會唔會出事情啊？我都睇得少咩，所以我打咗啊，要去嗰個地方我全部簽夠嘅啦，連警察我咩問過呀？但是冇辦法快手先能創啦。唉，一打人哦，你哋邊買嘅貴啦？有乜嘅事情啊，也唔會好同佢參詳，也咪盡啦嗬，要好同佢解釋清楚啦。發生喺那個事情，你會辭退佢嘅條路啊？你好壞咯，阿人雖然係同佢好朋友。但是俺一般像你做的，還看重人能力，一切私人的關係都冇，也拜也好同佢解釋好。我一聽我留下來呀，阿言哦，也真係有呢，全體員工哦，每一個人都關心你啊。佢係一個好人啊，係一個難得嘅態度。T3日了，師傅都要人做了。你無看到新聞，電視在報講吼，伊要甲綁架殺人案，來看哦，可能畏罪潛逃。毋過嘛甲畏罪潛逃，迄師傅迄份都嘛甲吹。吼，毋說做股票呢，迄警員在大三家迄頭這吼，
迄潘氏水呢，董严冲的了。拜托，做上节目天天有咩上战场？哎，啊，佮土地做供养的啊，佮均匀的战场吼，迄沙场，啊，用属实的战场做处罚啊。再讲吼，佮天师节目管迄都玉花人的用意呢，有大信念嘛个？五大信念，领袖、主义，还有国家，还有嘛个？责任啊，荣誉啊，对。故说讲吼，要拜师傅啊，佮翻的董严冲的水呢。假使讲啊吼，迄师傅要把真金莫转来，安样较善哦。唔是惊啊，阮来揣啊，好无？无问题啊。小蔡啦，这个，一两日安件事无揣，应该想到的。哦，好啦，无问题啦。但是我注意到的，去唐头啊，银行在反映讲啊无向样啊，讲过快式的。一两日啦，你好认真到的哦，多差个两日的。假使安件事再唔做嘞，我要请你。哦，好啦，我要注意啦。你得注意下，廿两日我3万台下，哦，唔因为安件事无错，他个都攞出嚟，啊？好。认真啦。我介意思啊，迄两太太乱啦，唔免来头摆供养哎，又搞清楚天数的讲法，要通头那有无供养啦？我骗你啊，哇，冇想咁多啦。开始计费。喂，安妮斯哦，你都在倒哪啦？哎呦，大家就去笑呢，冇乜問題，係冇辦法解決嘅啊。不過呢，你讀到乜事情就講出來，大家就都會聽書啊。希望哦，你趕快轉來啦，大家就都會等你哦，哈。你有談到我留嘅話哦，你就攞我聯絡啦，哈，就安尼。 有啊，太姐，还冇請到你留給隻師傅啊？係啊，就3年了呀，你唔點解會安尼咯？難明人哦，又會就安尼啊，只會逃避，逃避哦又做唔到解決問題，安尼哦問題哦只會越來越大。唉，好啦，太姐，下日去衰嘛，聽講嘢哦還會做聲呢。 各位嘅就只會逃避嘅難明人笑咧，你咁多事情用笑嚟睇啦哈。你哦，哎呦，前車之鑑，你都會講嘛啊，談就談冇事。你唔係咩按你想嘅，我有一次啦，咪因為朋友嘅事情相吵。好咧啦，你去睡嘛。好，去睡嘛。 衰嘛，日日衰嘛。喂，安妮斯啊，你下年都來喏，睇下就一小年呢，冇乜問題係冇辦法解決嘅啊。不過你讀到乜事情，睇下做得強下想辦法嘛。希望你做得解決轉來哦，睇下就到去等你。喺個你有談到我留嘅花，將來。 我
你做梦还跟你某一天是台，你听当中还一本面子嘛？啊？万友啊，你很容易耐，连天王都唔接啊！你也欠容易情啊！啊，容易嘅關心，連見面都唔見面，我今日叫行下轉嘅，查是你太平嘅錢啦。哪能用個單嘢？按樣對下半年交代，我啊，依法嘢啦，啲面子哪嚟標啊？你喺當中我係好朋友，你一天都講，到底發生乜嘅事情？對不起啦，唔係對不起都少啲啊哈！阿燕啊，你以後唔係嚟作風啊？啊，同我講發生乜嘅事情？對不起啦！哎呀，你對不起，對不起，對不起又可以搞的事情啊！發生乜嘅事情啊？我解釋清楚啊！一定要本身愛，唔定係台灣嘅過去啊！係頭個名，現做喜天了，係結過婚，有4隻細人，未滿了，就會幫我表態嘅家。我究竟重逢難依舊不易，千里眺望故鄉後，流言的樣，初戀未愛你，長夜撫琴也漸起。孤影虛榮情，青山下攀爬高帆，你也瀟湘，無言又撫萍，玉髮將要飛向天，往事隱隱在山歌一曲能唱多。